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今日咱要来做伙来第34天的供塔。早起咱要来请宋会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你俾我哋上帝，我感谢你，保守我每一天的年日，拢在你稳定下面来经过。在透早时，我搁一个来仰望你的话，愿你的话行做我脚前的灯，路前的光。今仔日也是台湾的光复节，帮助我的心内有复兴的生命、悔改的生命，互阮的人生得到主你的欢喜。愿阮每一天的生活，愿你来求讨，求主你保守阮每一个人心思意念，互阮会当常常更新变化，来荣耀上帝你的名。所以，我们来共读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愿主你甲阮三个同在，献上我的感谢、祈祷、靠这所的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伫耶利米书看见上帝伊所要对付的，就是这偶像甲社会上的不公不义，然后阁有上帝甲伊的子民所立的这约，这百姓煞来背约。然后，伫百姓中间有假先知来传达假信息，这对象就是祭司、君王、百姓甲先知。今日咱看到耶利米，伊亲目见到西底家王，然后上帝通过耶利米甲西底家王来讲预言。其实伫耶利米甲西底家王伫对话进前，就已经有2批狩猎。上帝有讲过，这狩猎去巴比伦是好的无花果，伊会当阁加果子，但是留点犹大继续大，甚至伫埃及这犹大人，因像迄个结摆，袂当阁袂接一个这无花果。今日咱看即个西底家王是最后一个，伊是伫即个总继位是11年。伊是伫21岁阵来做王，所以到伊差不多做王到32岁左右啊，原来阁是真少年。伊伫主前589年到588年，伫巴比伦国家来战的时阵，来乱的时阵，伊去投靠埃及，所以背叛巴比伦。伫主前然后巴比伦就来甲伊搁转来甲伊攻打，所以今咱看到这段的预言。伫主前587到586，这个国家就是去巴比伦来攻打灭亡。列王记下卷的最后一章，历代志下卷的最后一章，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拢在讲起着同款的代志。对30章到33章，这段是安慰的话，安慰之书哦，安慰的信息是讲着狩猎倒转来，虽讲是伫西底家王最后的迄2冬。但是上帝伊就已经完整来宣布，清楚来讲明伊所要做的代志。今日咱开始看的34章一直到39章，这6章的中间，除了35章、36章是伫约雅斤，等到约雅斤做王的时期，其他的拢是咧讲到西底家的时期，甚至是最后几个月、最后几礼拜。才会看到，所以非常清楚来描写上帝通过耶利米所要传达给这个犹大国的信息，然后嘛给耶利米亲目睭来看到。那照时间的顺序来看，安慰之书是摆伫亡国前最后，然后34章到39章拢是伫亡国的时期哦。今日的内容就是巴比伦来甲因包围时。然后耶利米甲咱先看咱讲到上帝讲又大又难的事情那多几项呢？头家就是要互伊狩猎人过当倒转来。第二个又大又难，就是上帝要洗净因一切的罪，赦免因对上帝的这个辜负。第三，上帝要兴起就是这个公义的苗裔这个比赛永远的君王。第四呢，上帝又大又难事情，就是伊甲大笔所要立的约，都要互伊继续有到这个日头月亮之地，这个约拢要煞接，要有犹大的后代坐伫大笔的王位顶悬。所以这是咱看到33章，今日要看34章是上帝互西底家爱西底家托付这个西底家王的话，就是伊要甲巴比伦王目睭对目睭长头对面。然后西底家王听到上帝信息了后呢，甲耶利米见面了后，
他有一个改变的行动，但是这个改变的行动，到底是真的也假？咱小等下来看一段的圣经啊。咱这个时阵就来读耶利米书的第34章。但先要请宋会长老带咱来读，对第1节来读到第7到7节。这是我来读上帝话。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全部的军队，甲伊所统治世界各国各族，来攻打耶路撒冷甲附近的城镇。迄时，上主对耶利米讲：“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吩咐你着去甲犹大王西底家安尼讲：上主要甲这个城交予巴比伦王，伊会甲伊放火烧，你无法度脱离伊的手头。”一定会互人掠去交予伊，你会互伊当面审问，互伊掠去巴比伦。犹大王西底家，你着注意听我的话。上主安尼甲你讲，你袂互人害死，会平安死。你死了，人会亲像伫甲你的祖先以前的王烧香安尼甲你烧香，因会甲你唱哀歌，讲：哎呀，阮的王！上主安尼宣告，先知耶利米就将这个话，甲伫耶路撒冷的犹大王西底家讲。迄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已经伫攻打耶路撒冷甲犹大的城拉结甲阿西加。犹大坚固的城只有剩这2个。好，多谢。这个时间就是伫主前588年左右，国家伫咧灭亡的前1冬左右啊，是春天的时。你讲到尼布甲尼撒带伊的各族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除了巴比伦以外，有一寡伫耶路撒冷犹大附近的国家，包括亚兰人、摩押人、阿门人，因拢来配合巴比伦联合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是非常的着磨艰苦的时。上帝为着领导耶利米，爱耶利米去甲西底家王你着去甲西底家王安尼讲，上主要甲即个城交予巴比伦王，然后上帝佫头一届讲着，伊会甲伊放火烧，火烧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城呢，除了互人攻打、拆毁，然后逼远战争，即马佫加一条，放火来烧。你无法度脱离伊的手头，一定会互人掠去交予伊。这个你是指西底家王，然后你会去互伊当面审问就是甲目睭对目睭进行上耶利米的预言，就安尼叫西底家的使者回去传话。犹大王西底家，你就注意听我的话，上主安尼甲你讲，你袂互人抬死。虽然放火烧，但是呢，才有讲到头一个爱听上帝话，第二个你袂互人抬死，为平安死。这个平安死，并不是说他就是得善终是他不会死在战争当中，袂死伫战争，袂去火烧死，袂死伫饥荒中间，这种的平安。总是你死了，人会亲像伫甲你祖先以前的王烧香安尼，甲你烧香，因会甲你唱哀歌，连这个哀歌拢有写好哎呀，阮的王，所以就是悲哀这是上主安尼来宣告，所以讲到3项的代志，也西底家就爱听，西底家袂死伫战争平安来死。第三，西底家会互人伊的百姓纪念，甲伊烧香唱哀歌。但是呢，这嘛讲到西底家3项的代志，就是你一定袂当脱离伊的手头。第二个要甲尼布甲尼撒登头对面。第三，你嘛要互人收掠去到伫巴比伦所以这个信息对西底家来讲呢，原来是伊有听入去，因为伊嘛看到国家的危险，所以耶利米就将这个话讲互西底家。这个代志现在这种译本是加上了转告这个信息但是伫原文没有所以伊是直接讲，还是请人来讲若是讲直接讲，安尼就是
耶利米终于在34章这一章看亲眼跟犹大王西底家见面安那无安尼就是托人甲伊讲总是迄个时呢，巴比伦的军队已经在攻打，然后亚罗撒冷这城墙呢，从这个所罗门王开始后代留下来的这些坚固城呢，只有剩两个就是拉吉跟阿西亚。这两个名字呢，拉吉叫做难攻很难攻打的城就拍牌这是耶后的名。亚西加呢，阿西加城呢，这个城叫做贝洼贝洼这个亚西加也曾经被亚述帝国在历代志下11章、32章都有提到这个城那 Q 亚述帝国围攻过，但是他又复原。即马西底家呢，伊听到这个信息，伊嘛看到国家的局势非常的歹，所以伊呢就有做这个行动所以能够请宋会长老传咱来谈，从第8节来读到第16节，8到16节。西底家王有甲耶路撒冷的人民立约，要甲罗列宣布自由。逐个人讨绑希伯来男女罗列。无阁有人用同胞犹太人做奴隶，遐有参与这个约的领袖甲人民，就讨绑因的男女奴隶，互因得到自由，无阁用因做奴隶。遐领袖甲人民拢同意讨绑男女奴隶，毋过后来因后悔，叫因所讨绑的男女奴隶拢倒来，强迫因搁做奴隶。上主就吩咐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讲：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我甲恁的祖先对埃及做奴隶的地传出来时，有甲因立约，吩咐因恁买来希伯来同胞服侍恁6年了后，到第7年，恁逐个人就甲因讨绑，互因自由离开。毋过恁的祖先拢无听，无顺探我。最近，恁有改变心意，做我看做正直的事。逐个人伫敬拜我的圣殿，伫我的面前立约，甲恁的同胞宣布自由。毋过，恁煞后悔，竟然甲恁讨绑的男女，甲恁讨绑的男女奴隶叫倒来，强迫因搁做奴隶，亵渎我的名。好，多谢西底家王听到耶利米安尼会警告的时阵，伊有这个动作，就是甲耶路撒冷的人民来立约所以咱看去真侪王拢甲人民来立约，是约西亚王西底家的老爸嘛有甲人民来立约，希西家王嘛有甲人民来立约，知影会当甲人民带人民甲上帝来立约的王，大部分拢会做上帝看最好的事。西底家王伊嘛有一个昙花一现，伊即个利用呢，就是要来恢复国家社会的公义，所以伊定知影伊家己足侪不公不义的代志，所以即个不公不义就是伊要讨绑希伯来男女的奴隶，然后互遮的同胞，无个有人伫即个受压制的中间，所以遐有参与即个约的领袖甲人民，就讨绑因的男女的奴隶。互因得到自由，无搁做奴隶，然后这些领袖人民拢有同意，因就安尼来做，所以看起来真好。上帝讲话有在听，安尼检测上帝会搁改变心意，来帮赞，也是来拯救西底家王，就互这个战争战乱无伫伊即代来发生。但是呢，11集上帝敢嘛互这个人民君王心内底就是真坚固就是真固执。后来因后悔后悔这个字呢，就是回转了。因无回转上帝，结果是又回转又再回转，安尼180度，搁180度，就是又恢复原形了。后悔以后，搁后悔，就是等到以前甚至比以前搁较歹，叫因所讨绑的男女奴隶拢倒来。强迫因搁做奴隶，所以因互遮的本来得自由，搁甲因压起来、扣起来
所以这为什么伊会安尼做？有这个解说圣经的学者认为有几种的可能。头一个就是为什么伊要放这人民转去？是头一个为着经济上的考虑。这个路呢，就是因爱互因食，爱互因生活，爱互因困，然后爱甲因关起来。国家无钱，所以拢甲因放出去，互因无搁做路咧。所以有可能是安尼，毋是为着亚利米。第二个原因，是伊将这个路咧放出去，互因会当出去逐所在斗骹手，村进两个城。这两个城需要人，因为你出去嘛，无法度去外口所在，那出去外口的所在就向掠走去，所以伊就是增加可以作战的人手。第三，有可能是西底家王真正悔改，伊要来尊探上帝话。第四个，伊是表面上应付一下，伊就是亚利米有讲话，上帝讲到安尼啊，伊就嘛爱做一寡代志出来，所以就安尼来做。所以这四种的可能，拢有可能。但是呢，这是上帝所爱因做。在你再讲，上帝伊看到这个代志，因竟然甲人放走，搁掠回来，这个悔改又搁悔改，悔改搁后悔，这种就是等于无改变。所以上主安尼讲呢，上主是甲伊讲一个故事，讲我甲恁的祖先对埃及做奴隶的地带出来时，有甲因立约。所以这个约毋是西底家王家己立的约，是上帝早就伫旷野时阵，伫西奈山时阵甲因立约。这个约呢，记载伫出埃及21章、利未记25章、申命记15章、出埃及记21、利未记25、申命记15，拢有重复的提到，恁若是买来的这伫买来的希伯来同胞服侍恁，就是买自己人当奴隶时，满6年到第7年。恁逐人就甲因讨放，互因自由离开，就是安息年的条例安休年，人爱休困，土地嘛爱休困，这是上帝的条例。毋过，恁的祖先拢无听，无顺探上帝。所以，但是呢，上帝讲最近恁有改变心意，做我看做正直的事，所以伊应该西底家王是为着上帝来做。要来巴结上帝，大家人伫敬拜，我的圣殿，伫我的面前立约，甲恁的同胞宣布自由。所以这个代志真正有引起上帝的注意，嘛有上帝看做好的事，但是呢，竟然无坚持，就剩国家做1礼拜、2礼拜，是做1、2个月，毋知影。毋过恁煞后悔悔改以后搁后悔，竟然甲恁讨办的男女奴隶叫倒来，强迫因搁做奴隶，亵渎我的名。所以上帝呢，本来就咧生气本来心情较好，即马看着安尼，搁伤心切心，搁生气，甚至呢，搁较伤重。所以上帝最后会宣布，咱继续来请宋会长老带咱读这段，对17节读到最后22节。所以我上主安尼讲，恁既然无要顺探我，无甲恁做奴隶的同胞厝边宣布自由，安尼我要放恁互战乱、瘟疫、饥荒、践踏，互地国的人看到恁的遭遇，感觉着惊。上主安尼宣告。犹大甲耶路撒冷的领袖、官员、祭司以及所有的人民甲我立约，因将细只牛化做2边，对2边的中央行过。不过，因违背这个约，无遵守约的规定，所以我要互因亲像细只牛受破开。我要甲因交互因的对敌，甲孝顺因性命的人。因的身躯会成做空中飞鸟，甲地上野兽的食物。我嘛要将犹大王西底家甲伊的人臣交互因的对敌，甲孝顺因性命的人，以及暂时撤退的巴比伦军队。我要命令巴比伦的军队搁倒来攻打这个城，甲伊攻占、放火烧。我要互犹大城镇趴远，无人住。上主安尼宣告。好，多谢。所以17节，咱继续看到上帝对因这种虚假的表现悔改，上帝伊安尼宣布。
恁既然无要顺探，无要甲恁的最落嚟同胞厝边宣布自由，所以安尼有做等于无做共款。上帝讲，因等于是无做，因为佫互因最落嚟，我就要放恁互战乱、瘟疫、饥荒吞打，互列国的人看到恁遭有，感觉着惊。所以这毋是头一届讲，是上帝讲，搁再讲。所以上帝的心意，上帝原来就要继续来接手。所以因甲上帝立的约，头前佫讲西底家王甲百姓首领来甲上帝立伊来立约，但是即个立的约无来遵守，安尼就是亵渎上帝名，妄称神的名，这嘛是10条诫第3诫，懒散轻呼上主的名，奉主的名要来做这个代志，不要说做无够的阵，安尼就是懒散轻上主的名，就是亵渎上帝名。然后18节讲到，因立约的中间是安尼做，将细只牛破做两边，佮对两边的中央行过。毋过，这个动作呢，是伫创世纪第15章第9节到10节，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伊嘛甲上帝立约，这个立约的时阵，上帝互伊这亚伯兰伊就破一只牛，然后对这中间会会行过。圣经中间只有2个地方有这样做，就是创世纪第15章，然后过来就是耶利米书34章，其他毋捌看过有这种的动作。但是不管安怎呢，这都是一种立约的记号。亚伯兰那时候是甲上帝立约，西底家这个时阵嘛要甲上帝立约，安尼慎重的来行。但是呢，因煞违背这个约，无遵守约的规定，所以就是滥散亲主的名，就是来亵渎上帝哦。所以上帝讲，我要互因亲像细只牛受破开共款哦。因破别个牛，但是这个牛呢无替因牺牲，所以因家己来当做牛去互破开啊。我要甲因交互对待，甲孝顺因性命，因的人，因的心思，诚做空中飞鸟，甲地上野兽的食物，就是没有人收拾，就是暴露在露天底下。我嘛要甲犹大王西底家甲伊的人性交互因的对待，甲孝顺因性命的人，就是交互巴比伦，以及暂时撤退的巴比伦军队哦。所以对这集就知影讲，迄个时阵为什么西底家王有这个底气，想要来背叛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围攻攻打，暂时撤退。为什么暂时撤退？就是因为一个一部分是巴比伦内面可能有内乱，第二个部分就是埃及的军队有来帮战，所以互巴比伦就暂时撤退，暂时撤退，所以这假先知就伫遐来讲讲两年上帝就是要互受掠人拢要倒转来，然后就要得到平安，无过第3摆受掠，所以人心就大变了，就失去警醒。但是呢，上帝已经有通过耶利米讲，巴比伦王会来，甚至会更较强。上主最后一章讲，我要命令巴比伦的军队搁倒来攻打这个城，改攻占，然后搁要放火烧，我要互犹大城镇趴远无人住。所以上帝讲，搁再讲，搁再讲，但是真正听入去的，伊就谨慎；无听入去的，伊就失去谨慎了。所以今日这段互西底家王的信息是一直34章到39章，其实咱看到拢是耶利米他亲眼看到他所预言的，伊所讲的这些信息一件一件来发生。所以对耶利米来讲，伊是非常的艰苦，但是伊即阵已经差不多是60岁左右啊。伫60岁中间，伊对少年安尼艰苦流目屎，到伊服侍，已经差不多30-40年。伊的这个心呢，犹原是已经甲主徛做伙，所以伊会当徛伫上帝这边，嘛知影上帝爱做代志，包括进前咱看到上帝爱去买地。等等遮，伊对上帝有一个更较大的愿望，就是收掠会转来。但是这个代志拢一定爱发生，这个新天新地才会来到。今日咱读的这个经句呢，咱看第15节。第15节讲，最近你有改变心意，做我看最正直的事。大家人伫敬拜我的圣殿，伫我的面前立约，甲你的同胞宣布自由啊！
虽讲这个是昙花一现，但是是值得咱来学习。咱若四周围身躯边有人受压制，有人受困住，有人受到无公平、无公义的对待，咱若是会当日约来行上帝所爱的公义甲和平，对大到小，对头到尾，大家拢安尼来做，安尼上帝伊就会看见咱伫个面前所爱做，因为上帝就是爱咱人进入安息，不管是安息日、安息年，是这个这个4年这个安息年就是迄年上帝爱咱来活出伊的公义。好，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多谢宋会长老，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看见上帝，你甲人所立的约，就是爱亲像你创造这个世间第6天、第7天就安息。你爱人享受这个安息的中间，亲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伫安息日中间的安息，这个是更较水的安息，是上帝为每一个人所来准备的。主啊，求你帮助阮，当阮伫生活中间阮受到无公平、无公义的对待。是阮的身躯，是阮的心神，就受到这个着磨的时，互阮会去伫上帝你的应允，互阮靠着信心的溃烂，主耶稣基督的保护，通进入上帝你为人所备办的安息的中间。主啊，阮也特别为着这个苏勋节来代祷，伊今仔日要来做这个大肠癌的这个手术，愿上帝的手，施恩的手，也甲小分子三甲伫地，也甲这个布头的医生来三甲伫地，互这个手术会当顺顺，也特别为着也伫病院的这个永春乡，也求上帝看顾伊伫手术以后的恢复，甲体力都会当真紧着来恢复，也看顾阮众兄弟姊妹以及阮的这长辈。伫天气在转化中间，也互阮拢勇壮的身体，继续来服侍主，来为主做见证。阮的献上阮的恳求、祈祷甲感谢，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大家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牧师，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